亲爱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天气真寒冷吼，感谢主吼，互咱这时阵同齐搁要来敬拜，来服侍主。请咱即时来献开新圣诗，新圣诗305首。咱要来练今仔日要念的诗305首。我的心神你着唱歌，咱来念第1节甲第2节。350首，求主施大恩，求主施大恩。咱第1段来唱2遍。总是这是真熟的歌，这古圣诗内面就有真熟的歌吼，所以第3首嘛是真熟的歌，所以咱就直接安尼时间来交互敬拜赞美。大家平安。今日是连续假期的第2天吼，真感谢大家，嘛感谢主，咱有搁一届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要来敬拜俄罗来主。咱将一切感谢俄罗拢归乎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咱请起立。我主我上帝，你是空地敬拜我路。我要大声唱歌，高举耶稣的名。哈利路亚，哦罗主哈利路亚，哦罗主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
春风吹来时，咱闻到火的香味，咱要来感谢上帝，创造这一切美妙，创造咱的人，伊予咱一口活开，就是要来敬拜上帝，要来管理这个世界。主，咱来献上感谢伊，万年充满你的恩典。春风吹来之阵，有人会香味。树头伊一朝欢喜的饮食，溪水比草坡青，水水个甘甜。我看见上帝的听，充满你万面。一枝草，一点露。天命地要大主爱，一口水，一滴水，烧出我命的风水。创造大管理，春风吹来一定有人会香味，树头伊一朝欢喜的饮食。溪水比草坡青，水水个甘甜。我看见上帝的听，充满万面，当然来，一枝草，一点露，天命地要大主爱，一口水，一滴水，烧出我命的风水。创造大管理，一枝草，一点露，天命地要大主爱，一口水，一滴水，烧出我命的风水。创造大管理。咱请坐。
我的心忧伤痛过，又怎落惊遐？细细困巴等甲我，毋会堪比你的疼。主你听我做宝贝，毋捌放下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，毋免搁着惊。主你的疼，靠放我的心，安慰我。无论死也活，人客也开看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归到到永远，坚持无变化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，我的心忧伤痛过。又怎搁惊遐？细细困巴等待我，袂堪比你的疼。主你听我做宝贝，毋捌放下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，毋免搁着惊。主你的疼，靠放我的心，安慰我。无论死也活，工课也开看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到到永远，坚持无变化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，主你的疼，靠放我的心，安慰我。无论死也活，工课也开看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到到永远，坚持无变化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，主你的疼，引带我的心，保护我。无论死也活，工课也开看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到到永远，坚持无变化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，对到永远，坚持无变化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，对到永远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因为你的疼，阮会堪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伫人生的路途，虽往阮会拄着忧挫、恶担当的事，嘛有欢喜的事，总是不管得时不得时，阮就是要来学劳你，阮就是要来亲近你。主啊，这恩典是白白来的，我嘛要将这恩典分享予阮身躯边的人。主啊，感谢你的疼，感谢你的拣选，感谢你的呼召。主啊，我一生跟对你，一生要荣光你，信心帮助阮，通日日来甲主你亲近，互阮会通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互阮会通甲主你来同行。主，阮献上敬拜、感谢、阿乐，是靠耶稣的名。
免。这是得到赦免、罪过、得到耶空的，即人有福气。耶和华无算伊做有罪，伊的心无干在的，即人有福气。弟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请咱即时来吟诗，来学乐咱的天父上帝，请来吟神圣诗，神圣诗305首。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Thank
同心三甲来祈祷。至尊、至权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我满心感谢阿乐你，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、阳光的上帝。主啊，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，道成肉体，踮伫阮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感谢天父上帝丰盛的慈爱，救了阮，也以圣调调阮。这毋是照着阮的行为，是照着你的旨意甲恩典。主，这恩典是伫你创造世界以前，伫耶稣基督内面赏赐予阮的。感谢你，感谢天父上帝，你伫阮还搁做罪人的时阵，你就先疼阮。也感谢天父上帝，你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。这是你看最好的，总是这个世界有瘟疫、有战争、有地震，也有气候变迁等等遮的灾难。主啊，是因为世间人拢犯了罪，来亏欠主你的荣耀。主，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会当警醒来祈祷，趁阮还阁有一口气的时阵。警醒来祈祷，主，阮为将这个乌俄战争，以及土耳其甲叙利亚这大地震，这个大灾难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你亲自来帮助，亲自来拯救，亲自来带领，来帮助。掌权，主也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会当尽阮会当做的来拯救遮个灾民。主啊，恳求你也甲阮同在，当阮面对各种的艰难困苦，或者是面对各种的病痛，或者是拄着种种的挑战的时阵。恳求主你亲自做工，亲自做工，求主你来排除这所有的艰难困苦，也医治阮身躯的病痛，也恳求主你来除去阮的过犯，赦免阮、怜悯阮的软弱。主啊，阮就将阮的劳苦担担、忧愁挂虑，拢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主啊，阮也将罗州教会150周年的庆典活动，以及阮罗州教会未来的发展，拢来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恳求主你来帮助，来继续来引传，继续来祝福伫阮的罗州教会，也继续按照你丰盛的恩典、慈爱、平安甲福气。来大大充满伫阮众兄弟姊妹当中，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即时大家来启应，启应文48，启应文48，以赛亚书53。真正是后壁1085页，1085页，我来启，请兄弟姊妹来引。咱所听到的，啥人会相信？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意付出来。
伊无好形象，无好看头，通吸引咱。伊互人看轻，受人气煞。人毋面毋看伊。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，总是咱想讲伊受刑罚，伊为着咱的过生互抢插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着平安。咱拢亲像羊马路，这声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的身上，伊受压迫，受苦楚。伊亲像油膏，互人牵去台。这声伊拢无出声，伊受无公义的审判，互人掠去。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。虽然伊无用暴力，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对，总是上主的旨意，互伊受鞭拍、受苦楚。伊会当岁寿，看到子子孙孙。经过苦楚，伊会看见光。我义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，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额。因为伊放下性命到死，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。这是咱要请长职团队来献诗，今日要献的诗是一颗谦卑的心，一颗谦卑的心。
就是请咱来强修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2章，以弗所书第2章。咱要伫第1节看到第10节。新约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大家看阮的读。佮恁平素对恁的过失、你的罪过来死的，伊也捌互恁搁活，是恁前行伫迄中间，趁即世间的风俗，甲空中掌权的君王，就是现今运行伫背逆的人的迄个神。其中，阮前也拢伫阮肉体的私欲伫行做，趁肉体甲心内的意思，生成是做通生气的，亲像别人一样，总是上帝的怜悯真丰盛，为着伊疼咱的大仁爱。第5节，当咱对过失已经死的时，就互咱甲基督同活，恁对恩典得着救，也互恁伫基督耶稣甲伊同起来，同坐伫天里，佮对伊伫基督耶稣所赏赐咱的仁慈，要伫后世代显明伊恩典的极富有。第8节，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，是对神，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，毋是出自所行，免得人夸口。因为恁是伊所做成的，受造的，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，就是上帝大圣备办的，要互咱行以上。即位起立，咱要用主祷文来公道，主祷文来请。愿伫天里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必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，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互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言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咱来请国成牧师来讲道。国成牧师今日所要讲道的题目是恩典的生活，恩典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即几天是礼拜的连假，咱伫228万上帝使用帮助咱的政府有即转型正义转型的正义，但是敢若对228足侪还阁受苦的家庭因还无得到完全的真相完全的真相。即代一代人过去，即代人还咧求讨，总是求上帝帮助，互咱的国家过去面对遮个政策
也是错误的方式咧处理百姓的纷争的时，所带来的人的死失，求上帝帮咱。咱信主了，咱通常拢会听到恩典即两个字。即个恩典即个字非常的重要。如果若无恩典，咱活、咱困、咱食、咱穿，拢无啥物意义。就是今仔日有所人士所甲咱讲，咱对恩典来活，对上帝的听帮助咱，互咱对原来是罪的人，伫恩典的内面，互咱对死，对死顶头生。这顶头生非常的重要，就是咱受洗了后，圣神感动引带帮助咱的性命，成做无共款的性命。总是有人感觉伊无需要恩典，大有人在；有人感觉我无需要恩典，但是有的人嘛是经历真有限的恩典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也知影讲，咱的生活中间拢需要恩典。咱也知影家己已经得到救，这个救是对恩典来。所以咱爱相信即个真理，伫恩典的中间，伫咱日常的生活，有无共款的方式，上帝透过恩典赏赐帮助咱。恩典即个英语名叫做 Grace，G-R-A-C。咱通常听到即个名上帝你互我恩典，这对希腊文charis 来charis 即个意思就是互你有好处。互你有帮助，这是对上帝真大方、真慷慨、恩待信靠伊的人。咱讲上帝恩典，上帝听长、宽、悬、深，到底有偌长、有偌宽、有偌悬、有偌深？我会记得有一个牧师，伊开拓教会，即伊的教会迄时阵还无建筑物，只有两三四个人安尼尔。伊就讲到底教会有偌大？伊就摕皮尺，摕着即个尺，讲要去量即个城市上介大间迄间教会，到底迄间教会偌长、有偌宽、有偌悬？所以上帝听到底有偌深、有偌悬、有偌长，就透过无共款恩典来赏赐互咱。若是用大的眼光，也是大的看度广义公义来看即个恩典，伊有恩惠，上帝有互咱透过恩惠赏赐互咱，所以恩典有时用无共款方式的形式赏赐甲祝福互咱。有可能是你领到的是恩赐，有个人领到恩惠，有个人领到恩膏，但是这拢是会当讲是恩典大大的恩典包括即在内。恩惠，咱通常有当时会领到恩惠，恩惠是上帝用无共款的方式所赏赐互咱，所以这grace有当时伊会翻做恩惠，有时候会翻译成恩惠。所以这恩惠是上帝赏赐互咱上界普遍。这普遍，咱若亲像咱去店家去摕着即个优惠券、优惠券，本地一个物件100块，但是安那你80块你就买会着。即个物件100块，拍5折，你50块你就买会着。即个恩惠，若亲像上帝互咱即个恩惠，特别赏赐互咱，若亲像你摕着即个折价券一样。即个恩惠伊有无共款的英语名譬如讲benefits， 就是好处。诗篇103篇第20讲，我的心你爱称俄勒耶和华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，就是毋通袂记得上帝互咱的即个恩典，疼痛互咱的好处。我的心你着俄勒耶和华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。咱恩惠嘛当做帮助人的一个好的行为，有是gracious 是一种慈祥和蔼可亲有礼貌。当然即个帮助人好的行为，就是诗篇84篇第11讲，因为耶和华是日头，是灯牌，伊要赏赐了恩惠甲荣耀。
伊头前甲你讲是日头是灯牌，是要保护你，是一个好的作为。了第三个主上和蔼，就是讲耶和华上帝伊有恩惠有怜悯，无快受气，大有慈爱。这个是上帝普遍互咱的恩惠，这个恩惠嘛是恩典的一种。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常常领受到较侪是恩惠，这是较普遍性。所以恩惠是对伫咱生命帮咱的好意，要互咱领受到咱所需要的。所以上帝对咱真重要的善意，善意上好的好意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救赎世间，是出自对世间人好的旨意。所以今仔日经常甲咱讲，搁恁平素对恁的过失、恁的罪过来死的，伊也捌互恁过活。所以主第一个过活，伊要互咱最后过活。所以原本我们是在罪犯之中，要叫你们活过来。所以咱是有罪人，原本咱是列伫罪犯的咱，因为耶稣，咱变做有恩典的性命。所以咱用主祷文咧祈祷的时，愿你的旨意伫地里安那，亲像伫天里。就是讲，咱希望地上所有的万物，所有的人，拢亲像天顶的使者一样，来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得到上帝的恩惠，互咱领受上界好、上界好对主来美好的恩典。第二恩赐，恩赐即个伫以弗所书嘛有写着讲，咱每一个人领受恩典，拢是照耶稣基督所量互咱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恩赐。所以圣经讲，当耶稣上天的时，伊甲对着甲伊掠起来，要赐互咱逐种的恩赐，要赐互咱无共款的恩赐。所以了后就讲伊所赏赐的有啥物？有使徒，有啥物？有先知，有啥？有传福音的，有啥？有教师，了有啥？有牧师。因为所领受的无共款，有人去做使徒，有人做先知，有人安怎去传福音。所以咱照咱的恩赐无共款，照恩典的形式无共款，拢咱所领受的伫教会的服侍，有的人伊做会长，有的人做会计，有的人安怎带敬拜儿乐，有人来参加圣歌队，有人去教主日学。特别是咱即马即个时阵，有人伫下骹做主日学的老师，来教主日学的学生。这个恩赐就是一种的礼物 gifts， 就是上帝所赏赐互咱的礼物。所以这个恩赐嘛有可能，咱讲是天生上帝就赏赐互我。有人真有好的歌喉，这唱歌也真好听，伊天生就有。但是有的人是透过后天的努力，透过后天的努力，追求，造就。所以讲，恩赐可能是一部分是咱一部分是咱上帝赏赐互咱的。有人足够走的，跑得好快。我较早读册时有一个布农族的同学，足够走的。我讲伊是山顶大汉，哪会遮够走？真够走。所以跑步真厉害，上帝天生赏赐互伊有即种的体力。但是有的人是先天有即个条件，佮透过后天的努力，无饱一百是天生的啦。所以有一半嘛爱透过后天的努力。所以恩赐会当透过祈祷，求讨上帝来赐下，而且互咱佮得到侪。但是最后得到这个恩赐。伊有所书有甲咱讲，是要造就啥物货？造就教会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咱每一个人的恩赐无一定相款，一定是无相款。但是这无相款，最后拢是要来起造建立教会。所以咱爱伫咱所得到的恩赐侍奉。所以恩赐这名就是上帝互咱的礼物。所以当时恩典透过礼物。互咱
领受着。幼所人书第2章第40讲：啊，上帝的怜悯真丰盛，为着伊疼咱的大仁爱。我想所有的恩典，就是主予咱有即个丰富的怜悯，因为伊疼咱有大的疼痛。这就是咱所得到上介好帮助咱，因为主有丰盛，甲疼世间人。第3是恩歌。这个恩歌，若翻译恩歌就伫约翰一书的第2章啊，出现2摆所以咱做伙来读来各恁对圣的受抹油，煞知一切的代志各恁对圣的来受抹油，煞知一切的代志。这抹油的，就是恩膏但是这恩膏是动词所以你们从圣者领受了这个恩膏，并且知道一切的事。这个恩膏看起来像是加持加持加起敢若像一个咧举行这个圣礼加持，对，无毋对，有即个意思。咱基督徒的恩膏会当有恩典的膏抹，即种是恩赐的膏抹对恩赐赏赐互咱。这种是恩典的膏抹，恩典的膏抹，毋是你求就有，是上帝白白赏赐互咱，是透过咱相信耶稣基督领受迄个信心。所以你的信心有偌大，你的恩膏就有偌大。当然，你若讲我无信心，亲像一条歌叫做不动摇的信心。咧讲着讲着彼得要甲耶稣共款行入水面伊带信心无够，就沉落去。所以你的信心有偌大，你的恩膏就有偌大。愿上帝帮助咱。即种是恩赐的膏抹，就是上帝赏赐互你有积分，伫教会侍奉诚做长老，诚做执事。亲像咱今仔日，咱的执事团队起来献诗，为甚物？透过兄弟姊妹恁的认同，所选出来的执事。执事上早出现伫使徒行传，为着要分讲希腊语的人，甲讲迄个阿兰语就是迄个犹太语以色列人遮，为着要分遮的食物，无相款。咧分这无相款的人，伊讲无共款的语言，伫遮分无公平。透过安尼爱经7个执事来分遮的食物，互使徒会当专心来传福音。所以恩赐虽然无共款，但是透过膏抹，互咱会当来侍奉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其实上界普遍着的膏抹，就是咱因为基督领受即个恩膏，成做基督徒。咱领受即个恩膏，就变成咱因信称义，成做全民拢是祭司。咱有一个概念叫全民皆祭司。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来活出信仰的生活，活出圣经真理的教导。所以领受即个恩膏，就是对基督领受了圣神。其实恩膏就是圣神的赏赐，互咱有即个开力。所以恩膏其实有一种的意思，就是咱领受圣神的工作，互咱受圣神的差遣，有圣神的同在，然后你甲咱甲基督连结的意思。所以恩膏会当讲是圣神的工作，愿上帝帮助咱伊的真理来扶持咱。以弗所人书第2章第5节，甲咱讲着讲，当咱对过失已经死的时，就互咱甲基督同活，恁对恩典来得着救。咱爱知影讲，这恩典的膏抹就是咱相信耶稣基督，领受这个信心。这恩赐的膏抹，互咱有这个积分。领受恩膏，就是等于领受你的圣神。膏抹恩膏，就等于圣神的工作，真理伫咱的生命的内面。但是，咱对第2章第5节，咱做伙来读来。
当咱对过去已经死的时，就互咱甲基督同活，面对恩典来得到救。拄仔讲到恩惠、恩赐甲恩歌，如果这三项加起来，就是咱会当对死过活，甲耶稣基督共过活。咱是罪犯，爱受审判，但是咱对恩典来得到救。有时咱爱做好的准备，见上帝的面的准备。一场的大地震，遮尔侪人，一瞬间伊的性命就无去。但是有人十几天，7、8天佫救会到。你敢有可能讲我待伫涂骹底，有法度3天还是5天无？我当时想讲，我可能2天可能嘛挡无遐久哦，可能嘛挡袂到24点钟咧。佫寒，佫冷，若有诶拄啊好是拄啊好，伫迄有芳诶所在佫通喘气，有诶是直接落就无气啊。所以讲，咱想讲，有当时啊，这灾难，互咱做一个反省思考诶是讲，有可能一瞬间，明仔载毋知当看到明仔载日头。所以咱透早起床啊，我要佫会喘气，感谢主，感谢上帝恩典，着爱祈祷。过去长辈就是教着，要困之前爱祈祷。透早起来起床，第一件代志嘛是祈祷，因为安那上帝赏赐互咱恩典，面对新的一日。要困的时，反省咱家己，今仔日咱有得失着人无？咱有倒犯错无？透过祈祷来求上帝怜悯，求上帝赦免。所以讲，咱得到恩典是上帝互咱的恩惠，上帝互咱的恩赐，有上帝互咱的恩歌。所以咱领受这个圣神，就爱顺服圣神的教导，活伫基督的生命内面。因为基督上天赐了这个圣神，高我咱成做基督徒。所以咱爱伫真理的内面，上帝来检验咱；伫圣神的规律的内面帮助咱，互咱行伫伊的旨意的内面，来结出圣神的果子。咱来过恩典的生活，当上帝伊拍开天顶的门，为什么上帝拍开天顶的门呢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。当耶稣基督死的时，这圣殿的玻璃裂开，就是天顶的门已经开。因为赏赐永活的基督的生命，互罪人会当甲耶稣共款，坐伫属天的荣耀的内面。这是圣的人才有这种福分啊！但是咱是罪人，会当甲圣的人做伙伫耶稣基督的身边来得到。所以《以弗所书》第2章第60节讲，咱做伙来读来，也互咱伫基督耶稣甲伊同起来，同坐伫天。所以咱若无伫一生，咱若无及时行主的旨意，传道理、传福音，也是咱守主的道理，那有可能咱拄着灾难，真紧要面对上帝、面对主的时，咱敢有法度通甲伊同坐伫天呢？这就是咱不时咱爱反省咱家己。所以上帝赏赐互咱有侪侪丰富的恩典，有侪侪遮恩惠、侪侪恩赐、恩歌，咱拢是爱警醒、反省咱家己，是毋是咱会当甲主同坐伫天呢？所以上帝透过耶稣基督，透过信靠伊的人，互这个恩典会当诚做流通的管道，亲像亚伯拉罕，上帝讲福气要对你遮来传出去。第2章第7节，佮对伊伫基督耶稣所赏赐互咱的仁慈，要伫咱的后世代显明伊恩典的极富。这是主听咱上界丰盛、上界丰富的听。第8节到第9节，嘛甲咱讲，互咱因为伫恩典来得到救，是对神
毋是出伫咱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互咱，毋是出伫咱所行，免得人夸口。咱做伙来读第80到第90号，因为恁对恩典得着救，是对神，这也毋是出伫恁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，毋是出伫所行，免得人夸口。毋是咱捐偌济，对地动咱捐偌济，你就会当伫天堂有一个名分，毋是咱有啥物好啊，行啥物好诶事，你就有对等伫天堂对等诶地位甲身份，毋是出伫咱本身，因为免得人夸口。所以上帝讲，这是上帝赏赐，免得人夸口。咱照咱的能力，咱照咱所领受的来帮咱。咱顶礼拜有讲，咱为着土耳其的地动来捐献、来奉献。当然，即个会阁持续8月到社部内，伊计甲咱牧一届，因为接线的中建，然后总会检测的参与，当然咱救灾第一线。救灾已经差不多渐渐过一段落，即马就是进入重建，甲灾民的安置，甲因伫遐的生活、囡仔的教导，因为即届地动产生真侪破碎的家庭，接线才是搁较大的任务。所以咱若做会到，咱就持续来帮助因。所以得救是靠着恩典，是靠着咱确信，这拢毋是出伫咱家己本身的行为，也是出伫咱本身，你做偌济的好事，因为免得咱得着骄傲，是你本身要有亲信。愿咱甲耶稣共款，有顺服爸上帝、顺服的旨意。咱伫教会主动来参与侍奉服侍，愿咱嘛借着主，行伫真理的道路顶面，圣神引带，帮助咱有稳定的生活。领受耶稣基督赏赐互咱一切的恩典。有一个故事讲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，因为船沉去，咱有一个人，伊漂流到一个孤岛，那亲像迄个电影少年拍的那个旅程伊到一个岛上伫遐生活，一个人要安怎？伊着爱起厝，有迄个早日的所在，爱逐工伫遐摇旗看人会当看到伊无？茫茫大海，拢无船为遐经过，所以伊真失望。伊嘛毋知影要安怎，伊着伫遐过一工，伊嘛伫遐眺望远远的所在，看有船来救伊无？拢无。伊起一间厝伫遐，即草寮伫遐。爱掠鱼，家己生活，那亲像蓝色珊瑚礁，有一出电影伊讲，我唯一会当住伫遮，所有的物件，所有物件就是遮，对船摕出来，漂流来就是遮，捡一寡，会当搁再利用的物件，有一日无意外，伊的厝煞火烧起来，哇，烧了足严的。这厝烧了后，伊所有的物件拢无去一寡物件拢烧掉去连热风早日的所在嘛无去。无偌久，一只船来到伊即个岛屿，讲要来甲救。伊问看讲，你为啥物知影我伫遮呢？因为阮伫远远看到有火咧烧的烟，烧了真旺，可能。是船火烧，还是啥物火烧？阮怎紧来看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原来即个人讲，我原本的埋怨变成大大的感谢，因为即间厝伊所住的草寮火烧去，烧了足旺的，佮惊烧了无够旺，远远的船无看去，所以求上帝帮助咱，透过即个灾难，上帝听伊的祈祷，救了伊。有时上帝对咱、对伊所听的讲义的造物，是要互咱得到奇妙的恩典。咱有即种的体会吗？
有一句话叫“塞翁之马，焉知非福”，就是咱伫苦难即个外衣的下面，常常着稳从着上帝互咱的恩典，互咱伫恩典的生活内面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拢有被上帝旨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疼痛的主，你是阮性命的拯救。若无主，你赐了你的恩惠、你的恩典、你的疼、你互阮的恩赐，你高抹阮圣神的高抹，互阮成做基督徒。若无遮侪无相款形式的恩典伫阮的性命的内面，阮袂当得到救。有时阮迷失，有时阮失落，有时阮骄傲，有时阮自夸，有时阮无照主你的旨意。求上帝你的话来帮助阮，透过阮不断祈祷，对圣经真理教导，互阮搁重新转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互阮领受上帝你的怜悯甲疼痛，因为恩典嘛是主你大大的怜悯，你大大的好意，互阮每一日靠着恩典来修正阮的骹步，无得失错，无得行毋对，无得来得失着主，求上帝帮助。愿上帝你是阮疼阮，愿耶稣的保护嘛常常来洁净阮，献上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免。感谢主，请咱即时咱来吟回应诗，圣诗350首，350首，求主施大恩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
这是请咱大家备办心来奉献，请祭司来执行。金红下来时，请咱同齐来读今仔日的要句。记载伫以弗所书第二章第5节。台语咱来读2摆哈，请。当咱一过世已经死的时，就互咱甲基督同活，面对云顶得着救。当咱对过世已经死的时，就互咱甲基督同活，面对云顶得着救。以弗所书第2章第5节。这是我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。来，本会消息哈，第一，本会设到150周年的庆典活动吼，有3个大型的活动啦吼。第一就是3月12号，青年甲青少年的复兴特会，伫华语堂的部分啦吼。第二是6月18号下晡，是设到15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这是最要紧的一个感恩礼拜吼。6月18号请咱会当甲这时间吼拨落来吼，来参与这个重要150周年的感恩礼拜。第三是9月7日下晡设到150周年的社区的分享音乐会，请大家做阵来守望来为这个庆典来祈祷吼。第二，原底定伫4月初2圣礼典吼，咱要提前伫3月初5来举行。伫后主日吼，咱是合堂。后主日3月初5是合堂。咱礼拜结束了后吼，要拍一个全体的大合照。所以大家吼，要备办心，咱爱打扮水水，用欢喜的心来做礼拜也要来拍那个大合照，是为着150周年的时间要用的，请各位兄弟姊妹、团客、主日学、圣歌队来配合。第三，3月初5下晡1点要召开定期的中旨会。敢若有改时间？中旨会是毋是改时间？这周报还未更新哈。3月初5，咱是要改上午礼拜三上午11点要开中旨会，
加调节爱一般心。那第4，本会信德奖学金吼，这出来底有小朋友或者是学生的，拢知影要来申请吼，请注意来申请19号截止哈。那第5，风险证明，若要申请风险证明的，请来填写资料，来交互咱教会的干事。嘛，今仔日来截止这个申请哈，既然要申请，就要今仔日进前来提出申请奉献证明啊。第6，请咱会当伫每一礼拜下晡3 8点半啦，尽量拨时间来参与这个祈祷会，来读圣经，来守望教会，彼此来祷，会当大家互教会拢会当得力蒙福。时间上来使欢迎来参加。那团契消息，第1，双年团契伫今仔日台语礼拜结束了后，伫教会1楼来举行2月份的例会。第2，3月11号要办一个活动，叫做悠游欢乐150。双年团契或者是家属要报名，会当踊跃来报名。3月初5截止，要报名请按陈爱杰、惠素、美丽来报名。那第2是儿童主日学，3月19号上午10点半至11点45，来举办亲师座谈会，邀请主日学的学生以及家长，会当来了解这儿童主日学的那个家长参与哈。有那个小朋友的家长如果要参与的话，记得伫19号来参与哈。那肢体相通，请大家伫平常在灵修的时阵来为这个肢体列出来这几项事，还有各弟兄姐妹的需求来为他们祷告，守望祷告，还有为这个灾难的事情来守望祷告。那教界的消息，第1是3月初5下晡3点，5个教会来举行设教150周年的感恩礼拜。那欢迎兄弟姊妹会当来参与。1楼公本啊有大寸吼，请来登记，若要参与人请来登记哈。第2 3月12号下晡3点半，新北教会举行这个陶梅芳传道丰利牧师，这个丰利牧师，那要参加的欢迎来登记哦。3月12号，这看等者牧师咧补充报告无？那第3是3月18号，台北中会教社部要举办这个活动，这个叫做三峡岱山生态之旅。跟三峡教会礼拜堂的赏析每人报名100元，这嘛是台北中会举办的活动，这个限额100名，报名也买，请1楼有公布哈，请来了解一下，公布人可以看一下。那牧师唔知要补充报告无？大家平安。这3月18号伫三峡教会举办这个鸳山生态之旅，只有100块，很便宜。要参加的赶快跟牧师报名，因为只有限了100人。那个后埔教会就报了15个人，所以现在有85个名额。会当这回去参观教会，三峡教会佫看嘛无久啊，为什么？因10月份要拆，所以毋才讲礼拜堂赏析，就是最后甲这个礼拜堂做最后的巡礼，最后的巡礼。三峡教会嘛是
马界宣教师设立的其中的一间的教会吼，较早叫做三角影吼，三角影。紧吼，来使报名吼，无所以是一定会去啦吼，我一定会去吼。即摆伊遐佫有圆山吼，伊遐有山顶，有啥有一个精油迄个啥物生态导览吼，当去散心，而且又包含中餐吼，会当来甲牧师报名吼，爱紧吼，即几日吼可能就额满啊吼。好五国教会3月份特别庆祝因的150年。当然咱是6月份，所以比咱较早3个月。因伫即个礼拜六有举办骑脚踏车，也是骑机车吼。牧师讲咱当出车无去甲因逗留咧一下吼。目前即马有牧师一台，透早有甲罗锦福弟兄讲伊嘛一台，李长阳嘛一台，目前有3台吼，3台机车。你若有要吼，伫教会迄个公告群组吼，接下去吼，骑脚踏车嘛会使，骑奥多摆嘛会使吼。你若有需要看大家小姐吼，2个人骑一台吼，然后奥多摆啊吼，安尼才袂造成吼迄个。若骑脚踏车嘛是真好，阮兜3口拄好一台吼，安尼去甲因着插旗啊吼，插旗啊，伊着要宣传啊吼。宣传3月5号，伫五国教会有150年的感恩礼拜吼，咱会使吼，咱会当去参加，先参加咱的，则邀请因来参加咱的。教会就是安尼互相流通，互相彼此祝福啦吼，彼此祝福。那上帝使帮助咱。咱要来吟尾篇诗，尾篇诗是圣诗396首，396首，当要散会求主赐福，请大家起立来吟3首，临时刷车牧师来为咱祝祷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听读，圣神甲咱众大家三角地带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